其人能说会唱，你给姐姐唱一个。你别捣乱吧。停！不是你老婆。我们俩今天刚认识，她怎么就成我老婆了？没那么快，没那么快。今天刚认识的，不是老婆。这现在不是，这事儿很难说的。这要今天瞧上了，明天一登记，明天就是老婆。现在不是他老婆。现在不是，这今后感情擦出火花来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，有可能以后就是他老婆。妈，我告诉你，她永远不可能成我老婆。我是哥哥。我说句实话，对不起，我们误会你了。你们是严重误会我了。可是你们刚才在洗手间什么我们在洗手间怎么当然了，我在电话里都听见，声可大了，的很大的声。那是因为他的脚卡在马桶里头，袜子从马桶里拔出来，这才有这个声音的。好，我在这等你啊。怎么了？快救我呀！我的脚掉进马桶里了。脚掉马桶里了？你怎么掉进去的呀？我不小心掉进去了。那个，那你等会儿啊，我找人过来帮你啊。别走，快救我呀！不是，那个这是女厕所，我也进不去啊。不是哥哥，你快来救我，疼！里边有人吗？啊？没人。什么？我进去了啊。使劲儿。一二别抓我裤子！我起不去，别抓我裤子！我拔不出来。你裤子掉了。